师姐，这是我做的绿豆糕，亲手做给你的，你吃吧。张小凡，你在女弟子房外做什么？我找我师姐。她有事出去了。哎，陆师姐，可不可以帮我一个忙，行吗？不行。你师姐跟齐浩师兄晨练去了。哎，师姐，这包吃的，请你交给他。张师弟，你不用准备七脉比武吗？啊？你是太闲了，还是觉得抽了一个签，便能一路走运？大家都在全力以赴，而你在干什么？还在做这种无聊之事。对不起，师姐。齐师兄，以后你叫我灵儿就好。张师弟，你是太闲了，还是觉得抽了一个签，便能一路走运？没关系，这次啊，就当过来见识一下。你说你能干什么呀？练功不行，干什么不行？你说你将来准备干什么呀？师兄，这个楚玉红是什么人啊？是朝阳峰的，道行高不高我就不知道了。哦，别担心，上了擂台尽力就好啊。哦，诸位师兄，不如我们来打个赌吧，赌一赌小凡这场的胜负如何啊？好，我赌小师弟输，没问题。哎，我赌双份。好嘞，你们这干什么呀？啊，小凡比试在即，你们还要打击他？大师兄，你别生气，我就是开个玩笑。开玩笑是吧？好，那既然赌都赌了，要不我也下5分呢？啊？什么？大师兄，你说你还当真了？我告诉师傅去。啊，大师兄，你可千万别告诉师傅啊！小凡，我就是开个玩笑，你不会介意吧？不会。小凡，我听说你早上去找我去了。没有啊。没有吗？灵儿，咱们走吧。啊，好的，我来了。小凡，我今天还有比试，就不能助阵了啊！你要加油哦。走啦！啊，来了！师兄也走了，小凡，加油啊！师弟，师傅师娘不想给你什么压力，打打就行了，输赢不重要。好，加油，小凡，努力。小凡，还是那句话，尽力就好，啊。走了。
连个观战的都没有。是啊，一个人都没来，是不是怕输不敢来呀？下来，下来！那是什么呀？烧火棍子吗？烧火棍，烧火棍！昨天他们大竹峰啊，还有人用骰子呢。大竹峰的人用的武器怎么都这么奇葩呀？出招吧，张师弟。师兄，你认为此场谁能获胜啊？胜负难料。师弟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师兄，请你全力施为，不要留手。我看还是……你瞧不起我吗？不是。那好吧，我尽全力了，你可得小心啊。大竹峰，张小凡获胜。什么？这肯定是作弊！他舞弊！有出来！高手作弊！张小凡一定是没比小人，没比小人！是你们公司的事，我说了，为民邪道，说了，小凡说你就是在作弊！大家不要怪他，是我轻敌了。好了，有什么不服的，找掌门说。你手中的邪物到底是什么？它是我的宝物，不是邪物。
承让。哎，雪琪，打完没有？打完没有？哎呀，我的雪琪啊，今天怎么那么倒霉？刚打完一场，你也赢了，雪琪。小凡，你脸怎么了？哎，曾叔叔，哎，待会儿再说。哎呀，没事。你爹去找掌门师伯了吗？找了苍松师叔，师叔说由他来解决。哦，这个盗宝贼对藏宝阁这么熟悉，会不会就是年老大那样的人，潜伏了很久的？有可能是炼血堂的余孽。哎，不过他能破除我爹下的结界，说明此人的修为很高啊。嗯。总之，我们要尽快抓住这个贼，越少人知道越好。嗯。宋师兄，林师弟，林师弟，小凡呢？我也不知道，下午比试前就没见过他。你们没有去看他比武吗？我们给小师妹助威去了。对了，小凡打得怎么样？小凡好歹也是大珠峰的弟子，田师叔就这么不闻不问吗？哎，行了行了，快别提这事儿了。我家二师兄刚输了比赛，啊，看那边。我说老二，你怎么就那么不争气呢？啊，为师怎么跟你说的？你这话要是让我家师傅听见，他肯定又得生气。哎，我听说，小凡今天比武胜了。小凡胜了，小凡赢了，小凡他赢了。啊！小凡他，我的钱，我的钱呐！哎呀，什么？我就是赌小凡他输了。别说了，快通知师傅去啊！哦。师姐，有什么话你就说吧。你身带利器，七脉比武，怕是会有危险。再这样下去，言尽于此，你好自为之吧。雪琪，小帆，雪琪，哎，这就是我的乾坤一气兜，专治各种狗皮膏药，祖传封印。赶紧换吧。哦，好。哇，还好我上次没用手。我们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，走。
叔叔，你没事吧？我的手！你别管我了，你快追吧！等一下，我给你画一个乾坤一气兜的符。快去啊！张小凡，你就知道胡闹。陆雪琪，你是你师傅的得意弟子，平日里挺听话的，怎么会跟着他们两个人一起胡闹呢？师伯，这件事是我和曾叔说的主意，跟师你的主意，你们就知道打草惊蛇。师傅明鉴，那黑衣人张狂至极，竟敢朝九一鼎下手。上次有人偷入藏宝阁，已经惊动了我。我和你曾师叔刚刚又加固了一次封印，只要有人触碰，就会惊动我们，我就会顺藤摸瓜找出那个窃贼。可你们偏偏要自作聪明，你们真的以为师傅们都老糊涂了？啊？好了，赶快把九一鼎放回藏宝阁。这件事情你们不要再管了。是。还不快去！是，师叔。是。怎么样，找到了吗？谢天谢地，谢天谢地。你的伤怎么样了？我没事儿。雪琪，你是不是在关心我呀？哎，雪琪，雪琪，你是不是想明白了？你是喜欢我的，对不对？他害羞了，不好意思了。是啊。昨天听说你比武胜了一场，把我高兴坏了。本来想给你庆祝一下，没想到却发生了那样的事情。那是因为我运气好，你要是看到我怎么赢的，就不会这么说了。怎么这么说呢？你做得很好。我今天也一定会努力的。小凡，我今天下午去给你助威，你好好表现，别给你师父看清了。哎呀，我忘了回师傅那里去了。静月，我先回去了。你看看你们这一个一个的啊，还有你作为老大啊，貌似一表人才，一天到晚弄个玉树临风的样子，你，哎呦！师傅，小凡，快来！小凡，师傅，师娘。师傅，小凡回来了。这是哪家的青年才俊呢？莫不是走错师门了吧？啊！师傅，弟子知错。张小凡，你侥幸赢了一场，啊！我看你就不用回师门了，择良木而栖吧。
真是可喜可贺呀！哎，还有你们啊，看看你们这一个一个的样子。别比了，都回去吧，在这多丢人呐！不易。哎呦，我这心呐！起来吧，小凡，快起来吧。你师父他在气头上，你别往心里去。等一下好好比，比完了再去向他认个错。都是我的错。这事儿也不怪你，主要是昨天你师兄他们全都输了，就剩下灵儿，所以你师父正生气呢。是啊是啊，输了，大伙儿都输了个底儿朝天。没关系，各位师兄，我替你们报仇。谁说都输了？不是还有小凡吗？师娘，小凡运气好，第一场抽到空签，第二场还打赢了呢。是啊，师娘，都是我运气好。你怎么赢的？打到一半，对手拉肚子。啊！你这运气也太好了。小凡，我们给小师妹助威去了，你好好打，要有信心。小凡，那我们走了，走了，师兄，师兄，我能胜，是因为2个功法，还是因为这根黑棍？为什么我记不得刚才用了什么招式？难道是棍子控制了我？小凡，青云，打得不错。
运气。连赢2场，怎么会是全凭运气呢？大家都在议论，大竹峰的功法实在是玄妙，就连对手是怎么被撂倒的都不清楚。来，咱们兄弟俩过2招，让我见识一下你的功夫。我跟你有什么好过招的？你该不会是怕提前出了绝招，在对上我时赢不了了？我都跟你说过了，是靠运气。可在擂台上，你表现得非常好。我是不会跟你动手的。你是我最好的朋友。小凡，你师傅是不是什么都没教过你？我说了，是我学不会。好，咱们俩拆几招。你看到了，我能赢全都是靠的运气。那你之前连赢的2场，究竟用的是什么招数？我告诉你了，我没有能赢的本事，我用的全是阴招，行了吧？张小凡，你到底修习了什么旁门左道？连我也要欺瞒吗？我连青云的基本法术都学不会，学什么旁门左道？你未免也太看得起我了。你撒谎！你撒谎！你手里的法宝是从哪里来的？我从不撒谎。这个法宝的来历，我不能告诉你。今天的战况真是很激烈啊！是啊，陆师姐果然赢了，真厉害！我就说皇室一点来可以赢的，他就是竞争的人，真是什么事？学游泳像山一样就好了，真是太奇怪了。你在这儿干嘛？我在等雪琪啊。哦。你又怎么了？哎，我跟你说啊，雪琪她……哎，小凡，你今天到底怎么赢的？
大家都在说你呢。好，我不说，我听你说，行了吧？小凡，你看红榜了吗？明天你对上的是我的大师兄彭昌，他是我们峰回峰中弟子，修为最高的。不过你放心好了，我已经跟他打过招呼了，他会手下留情的。你让他把我杀了吧。别啊，你怎么那么想不开啊？哎，小凡，你今天到底用的是什么功法呀？啊，是不是从小辉那里学到的？要不然你也教教我啊。你说青云门有弟子身兼2派功法的吗？身兼2派功法，应该没有吧？你忘了青云门规第3条，偷师学艺乃门中大忌啊！轻则废除武功，逐出青云；重则可是……哎，你们朝阳峰怎么来看我们峰回峰比试啊？当然是来给彭师兄助威啊！一定要打败那个张小凡，一定要打败！彭师兄，就看你的了，千万别被那个小子近身。没关系，小凡师弟也是同门。好了好了，师兄知道了，一定会手下留情的，放心吧。师兄你太好了，果然是我的亲师兄。那当然。小凡，加油啊，小凡！加油，小凡！小凡！哎，师弟，你是帮哪边的？不是，大家都是自己人啊。小凡，你别让了！张师弟，你一直不还手，是瞧不起我吗？邪术，这不是禁欲功法。是啊，这从哪邪术啊？外面邪道一定是邪术。你为什么要骗我？你不会法术？我不是让他留手了吗？啊！你为什么要骗我？啊！我来！喂，干什么？人多欺负人少啊！是啊，最后告诉你们，我们小凡师弟赢了，你们是不是输不起啊？退后，我得寸进尺。住手！
们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师父，要造反呢？还有没有门规了？老七啊，你可否告诉为师，你是怎么击败彭昌的？嗯？你不想说是不是？师父，弟子我。 师父，弟子愚笨，这些年进京，一直进展不大。可是前些日子，弟子突然发现，能够驱使自己的法宝。小凡呐，你现在是深藏不露，一鸣惊人，大出风头啊！啊？师父。 不是，好了，你也别不是了，也别是了。我现在一看见你呀，我一看见你们呐，我这个心呐。好了，为师呢，也不想知道你这法宝是怎么得来的。你可知道，能够驱使此法宝之人，功力至少已经到了第4层。 可是为师记得，我只教你到第2层的法诀。你能否告诉你这个孤陋寡闻的师傅，你是如何绕过第3层，直至第4层境界的？说。请师父责罚。责罚。 背师偷艺，这是我青云之大忌。轻则面壁数10载，重则废其道行，逐出师门。一念成执着，沧海变。 轮回中，我像飞鸟经过，记忆中停泊，点一盏烛火，那微光能否照亮寂寞？听雨声滴落，看花开几朵，谈昨日怎么只剩。 难断的情愫，眸中的淡漠，一场梦，谁都无法触摸。我醉在尘世中，恍然若
曾经小楼花。